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看问题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这个系列节目内容是来自马哈，也就是西利囡仔廖美华小姐创作的画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。绘本内底的画面，咱特别邀请台语路共学团这个协会妈妈甲因的囡仔来讲互大家听。今仔日要来为咱讲绘本的这对母仔囝，是来自台北市的美华甲伊两个囡仔阿云，也有阿婷。欢迎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甲囡仔讲母语，甲爸母话传落去。台语路共学团故事讲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美华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云，我6岁。阿云，你敢捌听过一个传说，就是讲你若是用手比画牛，你就会互画牛挂耳啊。我刚才有听过妈妈讲过。哦，你听过我安尼讲过？啊，你感觉这敢是真正的？我感觉是假的，因为我有比画牛过，只是了也无安怎。哦，你捌比过画牛哦？啊，结果你耳啊拢无安怎是无？无啊。其实我细汉的时阵嘛听过这个传说，毋过我都毋敢比呢。啊，我耳嘛是无安怎。安尼你了敢有比？无，我到即摆阁无咧比。啊，所以你有一直咧比画牛是无？较少，但是我是为你比1摆互我讲啊。我不爱。是安怎？因为我已经习惯无咧比画牛啊。转来，咱即摆咧讲啥？说落来，咱来讲中秋节好无？好。你伫中秋节看到的画牛是啥物型的？圆的。敢有做圆的？有。啊，你敢有介意？有1点仔啊。啊，你中秋节的时阵拢会创啥物？其实我知影画牛袂发光是日头来食，较会发光。我拢会食画饼，佮看画牛啊。哦，你头阵仔讲画牛本身袂发光，啊是日头照较会发光哦。对啊。啊，毋过暗时的时阵啊无日头啊，安尼画牛哪会发光啊？因为日头，迄就是画牛甲伊扎起来安尼，啊了日头就甲伊照着，啊了伊就较上去安尼。你哪会拢知？袂迄画牛其实是我听迄同学讲的，但是爸爸嘛安尼讲。哦，你有听到同学甲爸爸安尼讲是无？对。真有意思呢。啊，你中秋节的时阵，敢有爱食画饼？有。有晓。但是其实我平常时就去改食啊。哦，你喜食啥物口味的？气泡。哦，有气泡口味的画饼哦。应该吧。哦，对，咱去家人有买过对无？对，但是我毋知影迄敢是画饼。迄较亲像是往来酥啦。啊无中秋节即件代志，你敢阁有想要讨论呢？是安怎伊迄个故事讲，过刚刚伊就敢若有迄火甲伊烧着痕迹嘿。哦，你讲是安怎头拄仔迄个故事，伊会讲着讲，伊比着画牛，啊，结果过当讲伊的耳啊，就敢若有一个火会焚安尼是无？对。你感觉是安怎？应该是故事尔，所以我即摆开始要讲啊。讲啥？故事。哦，啥物故事？就是咱在多听的哦，对啦，迄可能是故事啦，因为我较早嘛捌听过阮朋友安尼讲呢。伊讲伊有一摆比画牛，结果暗时的时阵，伊的耳仔都足疼的。伊毋是有放疗的迄薰料，毋是，伊是耳仔足疼的。啊，所以我就听足侪即种代志啊，我就无比画牛啊。啊，毋过确实，你比画牛了，你本身嘛无发生啥物代志嘛？毋是，我有去点仔听听。
即摆佮改做有一点仔听听啊。哦，好，安尼后摆你感觉会比月娘？诶，哦，会吼，迄听听，佮会当啉烧是无？毋是安尼，袂讲得听，一安尼啊。啊，你敢捌伫中秋月娘出光的时阵去水池遐看四卡？我敢若无吧，我袂记啊。无吼，咱即马住伫咧都市，较无即种机会。啊，毋过咱兜住伫咧食物园足近的所在，后摆若是暗时的时阵，无一定咱会当去看觅。哦，看情况小冰西高啦。啊？你讲啥？看情况小冰西高啦。你会晓冰西高啊那？你要互你叫看觅，迄月娘圆的时阵内底是啥物形？是啥物形哦？对，啊，毋就是圆的吗？毋是，伊内底有横刺迄种的。哦，敢若有一空一空安尼是无？对，但是安尼有可能就是迄挂耳啊的原因哦。哦，你感觉会挂着耳啊，是因为迄一空一空月娘本身无病，啊去甲人挂着是无？有可能啦，我感觉是安尼。哦，你即个猜想真有意思呢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就讲到这，啊，甲大家讲拜拜。拜拜。台语好保守，咱着加减扣，扣若会招着，较好扣选少。台语好保守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讲到中秋月娘，毋知影大家敢捌想过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咱会甲月号做月娘呢？节目上来去，咱邀请家己资深的台语专家萧林春老师为咱来说分明。月娘真趣味，咱台语讲月娘，我学过法语，法语有个性。名词都有分阴性、阳性、通性、无性。啊，英语敢若阴性甲阳性尔，英语敢若两种性。啊，咱台语要讲这性，月娘就已经算阴性。毋知捌听过日光无？日头光，迄个光是阿公的光哦，毋是日光哦，是阿公的光。日光，日光安尼来看，这个词就是阳性。台语你讲伊无分性别，毋过对词的故事看会出来。伊虽然无像英语的 he、she 迄个很难分较清楚，所以月娘是差不多所有华语，就是汉语的族群拢讲月娘，甲华语讲月亮，因看到是干光尔。啊，咱看到的是传说。咱知影即摆台湾人受华语的影响真深，真侪话拢是先用华语思考，才去翻做台语，结果讲出来话定定走精。譬如记忆无好即句话，即摆咱台湾人因为台语词渐渐失落去，啊，第一种先想到华语词，才要翻做台语，当然翻袂倒来。健忘咱台湾的讲法做一种，无头神，记忆歹，无记性，无记忆，啊，遮济咱要用的词啊，无爱用，啊，都爱去先想到健忘，所以这就是平常时啊，这话无咧讲。啊，剧本内底有讲到一个心理变态，咱台湾的有咧讲变相，变相。啊，迄全腔变相嘛会使，就是相貌的相。啊，全腔讲变相，啊，全的会讲变相。今仔日广播剧内面有讲到水鼻，
水边的花语或者池塘或者是湖泊。不过咱台语的池甲湖其实无相像。池塘、池塘，咱台湾的足侪种讲法的啊。咱的分大细，水池是泛称，所有的有水的窟啊，咱叫做水池。池啊，池啊，红毛笔的笔，咱看用红毛笔的笔就知影大细，袂细啊，啊，你若看字块谈的谈是比较大。我感觉同奇怪的就是湖，因为湖咱台湾话毋是像讲中国迄边的湖，遐尔大的湖，大比湖，较早是讲做大比尔，到尾讲大比湖，澄清湖，因为改对迄个华语的湖去过来咱这湖，咱是落落的所在，拢算湖。这个我之前捌讲过，粪箕湖，毋捌的人改做粪箕湖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高红的hen，金石脚月娘出遐顶，美丽岛，美丽岛咱台